大家好，我係 Doris。早兩日經過中學門口，見到好顯眼嘅黃色考場牌，原來我哋 DSE 考試已經開始咗啦。即時就好想同應屆嘅考生分享下伸展嘅動作，等佢哋喺緊張嘅應試過程之中，可以適當咁放鬆翻自己。第一個動作好簡單，坊間叫為深呼吸或者係腹式呼吸嘅，就係伸展我哋腹部深層嘅肌肉。我哋將雙手放喺個肚前邊，輕輕放喺呢度。陣間當我哋呼吸嘅時候，感受下肚皮嘅起伏。我而家示範下咯，慢慢用個鼻吸氣入去，個肚由扁變到脹，維持脹卜卜嘅感覺，大概2至3秒，然後慢慢用我哋嘅口呼翻啲氣出嚟，個肚由脹卜卜變到扁踢踢。就係咁簡簡單單，一呼一吸為之一個完整嘅過程。咁整個過程可以重複10次左右。咁既可以幫我哋放鬆情緒之餘，亦都可以幫我哋腹部深層嘅肌肉得到適當伸展，令到腹部肌肉恢復翻彈性，保護翻我哋嘅內臟。如果大家考試嘅時候，如果突然間覺得好緊張，不妨試下做下深呼吸。10下左右就可以幫你嘅情緒回復翻穩定，有穩定嘅情緒，自然響考試嘅時候答題就越寫越順啦。好，祝大家成功，拜拜。